我呢邊唔該，我得啦。試下啦，試下。只怕可一起終要分開，成全大愛絕未容易，多麼渺小卻有大志，願撐起多少的挫折不可有事，成全大愛淡薄明智。咁我做緊一首新歌嘅，咁就希望可以好快同俾大家聽啦。嗱，首先咧我就賣少少關子，其實知道除咗愛音樂之外咧，仲係一位攝影愛好者嚟嘅喎，平時都會好中意用攝影啦，記錄低生活嘅好多唔同片段啦，甚至乎小朋友嘅成長記錄啦。係咪自己對於攝影呢方面都特別有情有獨鍾嘅興趣咧？我係好中意攝影嘅，咁尤其是而家呢一個世界咧，其實好多時候你記錄一啲嘢，你可以發放俾其他人。咁我都希望可以拍多啲唔同嘅片，分享俾我啲粉絲，俾佢哋知道我近況啦，同埋拍一啲好得意有啲小朋友嘅嘢，去令到我可以回憶翻啦。咁我以前咧就中意用呢個大相機，但因為好多時候都好重、好大或者唔方便，咁所以我都用多咗手機嘅。但係咧好開心，因為 DJI 咧就出咗好多新嘅產品，好方便好輕巧。以前咧可能要幾個人先可以拍到條片，而家我自己一個咧我都係得㗎。嗱，其實咧我見到好多唔同用家在場咧，已經係用緊我哋 DJI 嘅產品咯。當中咧，我諗一定要唔少得㗎啦，就係剛剛係禮拜一正式發布咗，就係 DJI Pocket 4P 呢一部，哇！真係可以話搶購全城、一機難求嘅一部新產品。Linda 有冇留意到呢部新機作品啊？絕對有啊！我知道咧出嘅時候咧係即係一機難求，咁真係好難過，因為真係一個好靚、好方便、好輕巧嘅機。咁我自己都好期待可以擁有呢一部機。咁我將來我拍攝嘅時候都會好靚，同埋佢依家咧有雙鏡，即係兩個鏡頭。咁同埋畫質都靚啦，再加上咧佢有美顏。美顏嘅 function 啦，所以好適合我用。係，我諗唔單止話女士寵兒嘅，好多男士咧都好需要呢部產品嘅功能嘅。咁嗱，我見到在座嘅好多平時係熟口熟面睇開嘅 Gadget YouTuber 喺度，我可以扮下大家平時介紹一部產品係應該係點嘅先。嗱，其實今次呢一部 Pocket 4P 啦。